最新消息，东突厥斯坦的一名维吾尔教授被当局拘留。维吾尔教授阿卜杜萨拉姆·加拉勒丁于1962年出生在伊宁市，被非法拘留。根据维吾尔司法数据库，阿卜杜萨拉姆教授于2000年代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完成了研究生学习。他于2018年被指控因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在家中被逮捕。当局试图掩盖他被拘留的消息。美国已暂停将于本月15日实施的关税提高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已暂停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提高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为首的贸易谈判代表后，表示美国已放弃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美国最初计划将对中国产品的25%关税提高到30%。香港大批市民12日响应网络号召，从尖沙咀钟楼游行到深水埗，抗议政府推行禁蒙面法。市民从尖沙咀钟楼出发，沿密敦道前行，造成多条行车线受阻。大部分参与市民都戴口罩。经过警署的时候，市民又大叫“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一群抗议者聚集在爱德华王子站和湾仔地区，要求警方停止对示威者的暴力。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北部启动和平之权行动。阿拉伯联盟秘书长今天谴责土耳其侵略叙利亚。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埃及政客阿布盖特批评土耳其的攻击行动是入侵阿拉伯土地，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表示愿意在土耳其和恐怖组织 YPJ、PKK 之间进行调解，但是这次他呼吁 YPJ 撤出该地区。特朗普还说，当你甚至无法控制边界时，就不可能控制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与选民会晤时说，我希望 YPJ 将退出该地区，他们没有其他机会逃避土耳其的攻袭。